蓋煲佢30分鐘。好啦，30分鐘後，鬧鐘一響，成屋都好撚擦香啦。咁而家咧，嗰啲湯包就出晒個香味，而家就要調色啦。咁就有老抽啦、蠔油啦、馬來西亞嘅黑豉油啦。咁應該落雞粉嘅，咁我落呢個濃湯寶就可以唔使落鹽。大約2湯匙啦，一時你要俾個色佢嘅，老抽都得，老抽大約2湯匙啦，都係。都係2湯匙，咁落埋個濃湯寶咧，咁我鹽都唔使落啦，應該上咗色就吸蓋，再燜煮佢10分鐘就食得㗎啦。留返今晚食，今晚就會再入味啲。哇，好多料啊，好撚正啊！哇！